上星期日啊，12月14號，沙田發生咗驚險事故啊！有人衝入咗沙田嘅賽道啊，跑馬賽道啊，就俾保安制服。當時係進行緊呢個浪琴標啊香港杯嘅賽事啊。當呢馬匹進入直路嘅時候呢，一名男子啊手持一張橫額喺終點嗰度衝入賽道嗰度。好彩當時啲馬匹仲未衝到嚟終點，有保安啊就及時將個男子撲倒，並且將佢撳喺地下嗰度啊制服咗佢，直至到馬匹過咗終點為止。而勝出嘅馬匹啊就係馬王羅曼勇士啊。當時情況呢真係有驚無險啊！據講嗰個示威者啊攞住嘅橫額呢寫上咗要求調查大埔雲福苑火災嘅字句啊。其實啊示威都要顧及其他人嘅安危啊。須知啊馬匹啊好細膽㗎咋，嚇一嚇啊就好易驚險，引到連環墮馬，會影響自己同埋他人嘅生命嘅。人哋馬王叫羅曼勇士，你呢就簡直叫做攞命勇士，幾乎攞人條命。你示威呢就可以去球場啊、足球場啊攞跑啊，或者去乒乓球賽啊，咁都起碼唔會影響到傷及無辜啊。黃昏競走順，馬飛奔永不休，迎盡了世間事，前夕飄飄一代馬王，是經是險賽，時鐘衝出一條路嚟，是為失敗場上被食翹等低了。怪你恨你，問君知否？賽道兇險遲到後，轉急彎衝刺中，你卻亂闖盲衝電頭，又有根又有危，就算示威都顧風險，馬會翻，人會讓，人馬葬身馬場架。賽道兇險似高口，轉急彎衝刺中，你卻亂闖盲衝電頭，又有驚又有危，浪漫總算奪標可歡笑，紅個彩似白籤，萬馬迷書簽賴晒你。個彩似白籤，萬馬迷書簽